免人笑，做人不好大唔对。细汉甲咱落西药，红红幼幼干苦药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哦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哦，赢你哦，毋惊失败赢你哦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志玲，你若母哦，就已经过身遐久啊，莫阁想啊啦，愈想哦，心肝来愈艰苦啦。我就知啦，拢怪我啦，怪我这个面啊，甲你阿母生做较同款，毋知害你想着你阿母。其实哦，我袂当着阮阿爸进前哦，我是足介意我这个面，因为我感觉哦，我生做足水。自从哦，当着阮阿爸了，我就足后悔。为什么啊？你敢知影？为着我这面哦，互拍互骂，还佫互当作是鬼呢。进前哦，连恁阿爸佮阮阿爸，为着我这厝差一点仔就拍起来呢。假使讲哦，因若是因为我水，我就无话讲啊。结果是因为我生做甲你阿母同款，你看。我是毋足有出的。其实吼，恁所有人会介意我，拢是因为我甲恁阿母生做足同款。若无哦，恁才袂对我遐好咧。阿妹啊，你生在足水的，阮阿母嘛足水的，恁两个拢足水。真是的。真是的啊。阿妹啊，阮大家遮尔介意你。是因为你这尔天真，生在这尔古锥，而且阮介意你是你这善良的个性呢，毋是因为讲你甲阮阿母生在遐尔共的关系啦。其实吼，你嘛生做足 beautiful 呢。煞毋知，你拄则毋是讲过啊？我甲你阿母拢生做足水的啊，伊生出来囝当然嘛足 beautiful。阿妹啊，你是 beautiful， 我是 handsome。你袂记得啊？是？哎呦，很神吼！我煞袂记，我来想袂记。阿母啊，这等你莫无闲啊，来，遐坐者，遐坐，我甲你讲一个要紧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阿母啊，我哦，之前参咱阿妹啊吼。安尼有讲啊有笑，安尼无假来无假去，两个人甲咱印象足好的呢。我咧看哦，甲后尾因两个斗阵哦。等你结果迄是什么面？啊？你食醋心？你哪有啦？我是要食啥醋啦？
你是打算将阿妹啊当作是文英，啊要留一点身躯比一世人是？哎呦，阿母啊，当你是想去倒位去啦？阿妹啊是我的客查某囝，我是因阿爸呢，阿爸呢，我哪会去想去遐去啦？我就毋是老不休讲，哈。得甲你讲笑的啦。啊，好阿母啊，咱即款代志你也咧讲笑的，害我惊一个。啊，想袂到讲吼，我咧凊彩讲讲咧，啊，因两个煞真是有意思啦。欸，你想看觅咧阿福啊？假使因两个若真是会当斗阵吼，安尼代志就拢解决啦咧。呀，什么代志解决？啊，就志忠甲美娟的代志啊。哟，阿母啊，你无讲我还无想到，你有够巧啊！因两个若斗阵若结了婚，安尼志忠就袂怀疑志仁缠美娟啊，对无？对。就袂食因的醋啊。对。安尼拄拄啊好，一兼二顾，摸哪兼洗裤。安尼安尼安尼。你看阿爸甲阿母这种感觉，实在做使人心酸的。是啊，咱若是食到因迄年岁吼，毋知敢会当像因安尼无？我即摆毋敢想遐济啦，我只是希望，咱即摆每一天拢会当过得快快乐乐就好。李冠，咱莫甲因叫了，咱出来去好无？要去倒？阿伯伊毋是要搬入来，咱去看卖啊吼，因有啥物所在会用咱家己斗相共的啊？好啊。好，来。文英，咱要搁转来大遐厝。我会记得我少年的时阵，酒蛇公迈我踏入东家大门一脚步。也毋过，但我即马老啊，遮做，我食嘛无几年啊，
想法嘛拢改变了。要不，建昌是我的亲小弟，美观是咱两个请大汉的，我对因两个实在是放袂落心。文英，你袂反对我这个决定啦？第一名戏出大下出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出，赞！有一刻中也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入来，这啊，你拢看到无？拢看了差不多啊。阿伯，我有一项物件想要害你。害我？是啥物件啦？你看。是啦，这条围巾是苏当时恁阿母请予恁阿爸的。你要回国的时阵，恁阿母把围巾交予你，伊就是表示讲伊不过怨恨恁阿母啊，嘛承认你是恁阿母的亲生囝，你应该甲留在身躯边，好好保留起来，才对。我就我甲阮阿爸，拢无出去，将这条围巾留在阮的身躯边，只有阿伯你才有这个资格。阿伯，你照顾阮阿母这尔多年，为查某囡仔一直到死，你拢伫伊身躯边。阮阿母有甲我讲过，伊讲伊对着什么困难，也是什么委屈，也是什么艰苦，你都一直伫咧伊的身躯边安慰伊。伊一世人上信任你，伊嘛上感谢你。我相信，我甲这条围巾交予你，一定是阮阿母伊的心愿。不是我照顾恁阿母，我甲恁阿母两个人是互相照顾、互相挽过一世人。阿伯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，是安怎？你甲阮阿母遐尔侪年，你拢无带伊，我嘛问过伊，拢无甲我讲。你甲我讲是为虾米好无？我甲因阿母是注定一世人，有缘无分。阿伯，是安怎？你愿意救一个查某，救一世人，甚至到伊死，你都唔愿意去娶别个查某？
姐，我甲恁阿母的代志是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的。总讲一句，你一定爱记得，恁阿母是个真善良、真好、真好的人。也若无，后辈嘛袂甘愿为伊走一世人。姐，你一定爱记得。你一定爱记得。阿伯，啊，这条米罐恁来哦。姨妈，啊，恁阿母转来未？姨妈，阮阿母吼，我已经甲带转来啊。哎呦，啊，等恁阿母转来，恁也无踮厝诶陪伊啦。我是想讲哦，你甲阿伯要搬倒去大厦厝住啊，来遮看卖有啥物通好整理斗相共的无？等恁两个走来我遮，啊，放恁阿爸甲恁阿母踮厝诶，安尼敢好？姨妈，你放心啦，因两个吼，即马真好呢。阿爸吼会甲阿母回失礼哦，阿母吼嘛甲阿爸回失礼。因两个即马就袂输打结婚共款，咧有讲有笑呢。后要出门的时阵吼，佮看到因两个手牵手徛伫咧门口，定咧散步。阮就想讲吼，莫去共吵。那安尼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啊对啦，姨妈，阿伯甲阮阿兄咧哈，伫楼顶无用啦。好，好，无我起来找因吼。姨妈，啊有啥物我同我斗相共的无？美娟啊，等恁阿爸甲恁阿母和好啊。啊你咧，你甲志忠啥款？经过遮尔济代志，我相信志忠一定有得到一寡教训。我想要阁有一摆机会，毋过安怎讲，伊总是我的翁婿啊。你若会当安尼先想吼，安尼上好啦。姨妈，我在想讲吼，等我身体若完全恢复了后，我想要替志忠生一个囡仔啦。啊，厝内加一个囡仔加较闹热啦，安尼志忠吼嘛较有责任感。姨妈，你感觉袂？人讲吼，查某人菜市命，一点仔都无毋对啦。唉，我是希望志忠吼会当了解你的苦心。第一名戏出大厦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厦厝，赞！有一刻着也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谢谢。好，拢好势啊。阿伯，啊，佫有啥物爱款的无？免啦，拢款好啊。啊无阿伯，我来姨妈迄边吼，看卖有啥物需要我倒款的啦。吼，阿兄，我带你做伙来。吼。无，哎，小等，恁两小等，哎，小等。哎，是安尼啦，等阿伯也要搬转去大厦厝啊，吼。等我一个月吼，爱甲恁讲一下，吼。恁两个吼，虽然是亲兄弟啊，也毋过恁拢伫咧大厦厝大汉，拢在大厦厝的米大汉的，恁敢若袂输亲兄弟啊共款。啊，恁两个参阿伯，啊，搁恁阿爸，拢是大汉家的子孙，恁哪会记得？永远是大汉家的子孙，吼。唉，当到吼，这30-40年来啊，经过遐尼侪安风雨雨，即马总是吼有较平静落来啊。啊吼，大厦厝袂堪要搁有啥物风雨哩，要若无会真正较袂去，吼。人讲父子何以家不退，啊兄弟何以家不分？拍虎掠惨嘛，都爱亲兄弟。出去吼，恁两个兄弟啊，得较合作咧，较好好，较拍拼咧，安尼吼，咱当家
厝后才会较大拍火，才会较风，知吗？尤其是之中啦，你安尼做照顾我心吼，真艰苦，后辈对人了解。你也恁阿母考美馆的中，但要顾这边也毋得，要顾这边也毋得，我嘛毋知影甲伊苦劝。上要紧的吼，人讲吼，家好万事兴，家不好万事穷。你爱想办法，你做人的翁婿，做人的囝的，爱较吞稳，想办法甲劝和好，厝气大家好好，安尼吼，大家才会兴旺起来，知影？我知啦，阿伯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